西城，西城，锦溪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。方叔，快，锦溪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哦，少夫人醒了。方叔，发生什么了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那天要不是少爷临时回来拿文件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您的身体，已经在病床前守了3天3夜了。我睡了那么久。方叔，你赶快让西城回家休息，别让他在医院待着了。常医生，您过来看一下。锦溪，医生来了。贺小姐醒了。顾少，既然贺小姐醒了，就说明没事了。她现在只是比较虚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正好她醒了，我想问个问题。好。贺小姐，我想知道那天你都吃过什么东西，见过什么人？您为什么要这么问呢？顾少，我们在贺小姐的血液检验报告里发现迷药的成分，我们怀疑是否有人蓄意将含有迷药成分的制剂喂食给了贺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常医生，您先去忙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锦溪，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家里有没有来什么人？那天中午家里没有人，我睡醒觉以后就下楼了。牛奶，我下楼之后喝了一杯牛奶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少爷，我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进来。常总，啊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来是想问问您，上次长城电子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？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我这为好。没事儿的，顾总这几天都不在公司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，怎么了？总裁夫人受伤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就是顾总一直都在医院，根本没空来公司。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什么事儿？您尽管说。把顾先生最新接触的几个案子资料还有客户联系人拿给我。常总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帮帮我。
少夫人，我给你切个苹果吃吧。西城，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司能有什么事儿？你现在要做的是安心休息，其他什么事儿都别管。露露。哎。方叔呢？哦，方叔他在门口跟公司的人交代事情呢。锦溪，我去跟方叔说点事儿。少夫人，吃点苹果吧，来，给。好。哎。我说的都明白了？明白了，去办吧。好的。方叔，呀，少爷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查看了别墅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只在一个摄像探头录下的一小段影像中，发现了一个人影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人一定对顾家是了如指掌，他几乎避开了所有的监控录像。看清楚这个人是谁了吗？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苏妍希。苏妍希，想不到这个女人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下手。方叔，最近公司的事儿，你也知道了吧？知道。你是怎么向奶奶汇报的？啊，少爷，我这是奉命行事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对于这件事，奶奶是什么态度。老夫人说，近期家里出的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引起公司内部人员的躁动，外界那些对神龙虎视眈眈的公司也有可能因此而介入，所以希望少爷能够小心谨慎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公司那边，你得派人帮我盯住常志成，我怕他近期会有动作。明白。